味啊咩？你味着芳水，你讲水水，其实你味芳水，你伫讲水。伊若是讲无抹芳水，你去味看无水。所以不达讲你安尼观法，你才明白啊。这个咧水无水是对一个 make up。那一个查某你装起来面红，这倒落来啊！所以看真个这查某真正水，真正水，讲我爱你，我爱你。啊，再来讲你教人我好无？好啦，好咯教人。啊，再教人了，你看自己困起看，lipstick 无抹，这个无，这个啊，嘛你再去再个是绕了个鱼啊，这个一抓咧分阿毛啊，讲咧。Gloss 个了有了，是几个咱们上个水就是，这边缺淡薄，那边缺淡薄，这边头毛个白只，再个去咧，水边那边个这白只，那边白只这边，你来放起来看，无水了。所以不达讲啊，都就要关这物件 ，from there 你知。而且咧啊，若是讲啊，渐啲安尼这。所以这有主就是看外面，这苏主是看内面，9点声了。所以我到这边我下，了我把这个刷了，然后我讲这个几项人听慢，今日人会记。所拢总是对心，你心若是好，你做物件好，讲话好。行动好，阿妈叫你扫地 ，OK 妈，你扫，有哪扫有哪笑起，有哪欢喜，你做好的物件，你好了嘛欢喜，了你不欢喜，了你若是做恶 ，no，如令，等后面不得讲，你白样要做好，还没做好啊？你你出来白嘅，哈，那你看啦，无笑的时，你看啦，吹气个好，对不？是呢，是最要做，你做来，所以不达讲啊，安尼样你唔通做一个贪钱痴，你做了后，你白样对你的是爱你靠，所以你人希望讲香菇，像今日大妈只安弟讲，我香菇听了，要去做呢几千块。你讲单做啊，我会做未做？讲起来是咩啊？因为讲搭落来，我甲伊讲啊，10句做1句讲，因果拖落来，因果拖落，互你一个，你看闪着呢，伊紧甲你拍时间，卡落，这个紧应该是安尼白，但是有当时你闪了，冲掉下了，啊，那你看你去 X-ray 会挣600块。啊！在 X-ray 讲我要偷是咩啊？你怪我吧咧，错，好啦。还没事咯，安尼过来我披露都去收他，安尼你害我了几千块，歹啦。所以你看我这根都是因果个了来，所以到这边为止啊 ，next time 我就刷咯。有破一，有破四。今日我要刷落这个卡拉尼亚梅塔苏塔的经，叫做主笔的经。这里这条经啊，你看，打落一个暗，无论讲是Burmese 的暗，还是台湾的暗，还是用马来西亚的暗，这条经啊，大的暗听到要用的这条经 ，and then 啊。顶个礼拜，顶过我想 how many months ago 啊，6月的时我有讲头一条 ，and then it took me about 1.5 hours。但是今日我搁要刷咯啊，那是我要去咩？但是啊，惊老过啊，那是讲无人听安尼明啊，所以人。唔知，真正侪人念，吹念啦，卡拉尼亚梅塔库萨利那yan tan san tan padang abi sami只会晓讲，但是唔知半项，但是这个无像安尼。所以看下我要刷落啊，这第2条，这个第2个 verse， 但是这第2个 verse 还要顺起来啊。
安尼这个头一个 lecture 安尼久了啊，我要 refresh 路人，互路人会记几哪项。这条经不达加这回向，因为伊人去伫巴为了去祭神，按这回向啊，和这个红光 actually 是压卡来，压卡是红光，特别伊人加红光，按有诶真正歹，按伊人做乱这回向。安尼虾米事？伊交底啊，安尼前下久有别个回向去祭神，毋是讲不哩是回向，即别个教的回向 ，mostly 是即yogi 啥，伊人祭神了，谈着入中入定了啊，伊人摕即个机会，催眠术人 ，they can hypnotize people。and 这个红光啊，这个红光啊，故事好在外道教的人 hypnotize 个惊，了看到这个30几个和尚就来呢，伊讲惨啊啦，个和尚过来，他那一样啊未成功的时，伊人就来冲敌我，他那呢个人来赶伊走，所以人安怎做？出现臭味，像人死了啊，无人救，and then 可以听到惊的声。and then 可以看到即无影无只物件，无头壳啦，无虾米啦，所以即个一样做即出现即物件互人看，人家会想看了，拢总惊个了，走转去找布达，了布达才教即条经，and 即条经布达教，因为内理由，头一个理由啊，伊看到啊，即个红光啊。心是好，特别今日啊，伊人做的事是恶事，莫或者回向祭神，所以伊头一个理由是讲啊，唔通互人来做乱这回向，互人祭神。按这个回向是好的回向，有影要跳出苦海的回向，伊人无来做冲伫这红光。第二项我来是对了这个经啊，若是我贴慢慢路人看，带伫东有淡薄阿弥达玛贴路看，安怎要观，安怎要看。所以两个理由，头一个是要讲互红光听，唔通做乱这个。安尼第二项就是讲啊，你若是好这个，若是你回想若是对啊，你看到一级了一跳出这个苦海。and then 啊，会记无我有讲顶过我有讲啊，佛讲啊头一个啊，卡拉尼亚玛达古萨雷那yan tan san tan padang abhisameja saku uju 是一项，uju 是啥物啊？心要中中直直 ，and 一中中直直，像啊一个插条插伫水落去啊，安怎插都插袂起了。第二项啊。honesty of purpose， 你若要做虾米物件，你心就要在 ，and then 有影我要做人啊，我就有影做人啊，唔通摕人啊来成回向。因为拉达巴拉我有记甲你讲诶，拉达巴拉伊把到底摆进去互伊囝看，囝话囝，虾米事你去出家，你看这个金器是你阿妈的，这个是我的，这是你讲的，是你做的，是啊，做这个叫做 no honesty of purpose， 伊心无忠直无在，所以这个两项，所以有主就是安尼头一项啊 ，upright conduct，upright means 忠直直你做，第二项属主是啥物啊？这个目标啊，你人看的物件，伊感动着你的心。你若是大波，你看到一个查某啊，伊有一个吉他声啊，你讲哇哦，水了，贪起了，切无水，像咸菜红安尼，深起了。然你看，唔知讲水无水啊，要讲大波唔正大波，查某唔正查某。特别你话头期时有淡薄抽几粒，唔知是啊，嗰个是牛齿贪亲痴的起呢。所以看，不但讲啊，这个 outer appearance 外表的这个形，唔通可以掠着你。真正济人啊，你看，
看一眼啊，伊讲哇有水，气无水，就贪钱气的气的险病。所以这苏州是外，一个是内啊。这苏州是内 ，I'm sorry。这乌州是外，看到吉他说，第二苏州啊，那边无贪。假如无贪啊，你未看一个查某，看个目睭无腻嘛，哇，水哦，行路够够油咯，哇，真正好。所以这个物件无了 ，because 你 inside 那边心的那边啊，无这个药灰了。第三，苏瓦扎是啥物啊？加个你心乖了，乖个会听话了。到你会听话乖了，你看清差真正坐伫这边啊。人若是会心乖，家会惊了，你叫伊受戒。伊会戒真正清气，伊无点点消直来。And then 第四项mudu啊，你心会软 and yielding， 虾米物件你接受，虾米物件你接受，你凊彩，你讲不要紧啦，你做着话不要紧啦，我无生气啦，我知你歹心地不要紧，我知你歹心地。In others, yielding 无几粒起数 ，and 伊真正lumbo真水，伊无起生地，这是mudu。and 第五项 anatimani freedom of evaluation。这个查甫个了是安尼，查甫若是看到查某，伊系分声，这个查某个是水啊，差不多75%。咱若是讲啊，若是查某看到查甫，哦，很深咯。摩托车个大顶，我看伊穿个手表金的啦，咩啦，讲话个这样咧，所以这个伫掠咱，伊有 value， 伊有价钱，伊有 marks。所以你知哦，有个人啊，伊看一个查某，伊讲，搭咯，好看咯，真正水咯。所以这个 evaluation 伊有啥分声，所以这边若是这头一个 words 就是安尼，你若是有做这个5项。了，你教个第二个 verse，and 第二个 verse 我就在讲你听。Actually 是Santu Sakocha Subarocha Apakichocha Salawukawuti， 但我听这个8项，你若是对了这个5项，啥干嘛我哋讲的啊？原因你对了这个5项，结尾伊出了8项，你赚到的物件。and 这个谈到物件头一项Santu Sako， 我听讲，咁了有8项出现落你看，Santu Sako、Subaro、Apakito、Salawukawuti、Santindrio、Nipako、Apagabo、Ananugido 8项咁了。and 我睇那听你听头一项Santu Sako。一个人若是对了这个5项，淡薄我讲的这 verse number 1， 过了啊，伊的心会真正快乐。and 这个快乐啊 ，expulsion of kilesa， 这个心会贪嗔痴，像个摇起了，无去了，暂时无去 ，and 暂时无去啊，你会心啊会落。and 这个 lock 阿莫话讲 superlative joy， 啥人讲 joy more joyful most joyful， 你是谈到 most joyful 的 lock。and then 咱若是无节省的人啊，若是讲不要对咧5项啊，咱渐渐有这个愚痴 ，and 这个愚痴啊，对这个 external object， 伊渐渐看 external object。以外的物件，互我快乐， and 这个就是愚痴无明白。看到我听人听话，真正侪人讲啊，我激心。and 你想我激心啊，未晓节省的人是讲啊，外飘的物件会做我快乐，所以人安怎做啊？伊人去拔马竹啊，伊。老早伊袂记伊会哭了，伊无想讲伊会哭安尼坐，伊袂记。那赢的时，哦，伊个大只；那是输的时，
哎哟，我本家就考了，他那累个无，就考，所以真正侪人未晓用这个语气 ignorance 啊，是摕这个外漂的目的形摕来做内面的快乐，所以真正侪人啊，伊若是决心，伊食酒，虾米时伊食酒？伊讲这个酒啊，食落去，虾米本袂记了。嘛，这个袂记不大讲啊，是上个你拿只臭酒烧地，烧了开咧甲壁，拿咧甲壁开起来，烧伫甲壁内面看了。你看我今日烧地真正水，内面你去开甲壁看，啊啦安尼搞，安个无要紧啊。你逐日踮咧烧甲壁，我咧一日碰去，甲了买来欧龙臭味，安怎我入咧厝臭味个安尼，都是拢种嘅物件撒布伫内面落去，所以这个就是讲不得讲武器。假使拿这个带着那个 influence of 吉雷萨，这个吉雷萨是啥物啊？心的垃圾贪嗔痴啊！伊这个物件渐渐地冷路，伊袂互你谈这三度三果，三度三果就是心的快乐，你人袂谈，你人会谈啥物啊？我请你食，连如果够食，如果调底有人个要食的时讲咯，日头我免食，特定人要请我要大食，这逐个人讲啊，加我好家人啊。我请喺特别 very first class， 所以你大食 ，how long can you 快乐？啲食是啊，你好食，这个好食，嗰个好食。Actually， 这个无界限嘅人啊，伊个好食，伊个快乐是暂时呢。特别若是讲啊，你若是，你人若是淡仔对你5行了啊。你教嘅一个一个快乐啊，叫做 ecstasy。ecstasy 是心圆满嘅快乐。而这个圆满嘅快乐，按照我讲你聽 ，from experience 我講你聽。1970啊，1981年嘅事啊，82年。我有條是先嚟出嘅，等我 enemies 真正濟，玩笑人真正濟，and 這裡講安尼，這裡講安尼，這裡講安尼，這裡講安尼 ，and actually 我嘅心嘛真正無爽，特別我未做半行 ，and 今日我請假死，我未甲你講，我這裡無講安怎咧，我無去對峙，我大點，吞論。特別我接咩借錢，佢有時我吸唔乜了。and then 我until 教個一個冚站我講你聽，未困幾暝。and 這個未困唔是講激心嘅未困咋，歡喜嘅未困啊。and then 你再半暝我起來行 ，and then 我有那念iti piso bagawa arahang。他们是阿拉罕，我知。1,800像个白布捏出来无垃圾，三马三不多，这条筋一吹掉诶，按照跳出口海。Vijaya Charana Sampano， 一地位安尼好，了一界安尼真正特別。Sugato， 點愛人好，咁了有教行 ，the 9 virtues of the Buddha。And although 半暝1點、2點、3點未困，你甲他念一個，你目睭直直流，直，這個是 very wonderful joy of pity。今日我要學你過一條嘅經，就安裝這個 pity 嘅談，所以你人來在這三度三過是啥物啊？甲三百戶嘅點聲，有一個人伊佇做磚。And 這個人啊，伊是 chief supporter of Kassapa Buddha。上個人嘅Anatta Pindika，人會記無？伊買鐵金牌啲頭殼買地，然後起這台灣人暗。And Buddha Kassapa 啊，伊係 chief 啲保士頭，
是一个做主的人呢。你看，这个做主的人谈了3個羅漢，但係冇出家，因為後尾數伊要過一個老阿媽甲老阿爸攞去請名，伊講伊未出家 ，because 伊要過伊媽甲爸。But 我真正看這個人 wonderful 的人，所以我講你聽，自己人甲沙包佛去啲厝。伊攞阿爸甲阿媽攞去請名，伊佛去甲地時，伊講嘴講話布達加薩巴文地來，安怎樣？你為蝦米？你講互我聽，你為蝦米？伊講我要來偷食。哎呦，我的囝出去，特別我的囝會背到啲3倍度，你家己摕，你家己倒落。你看布達啊 ，actually 啊，你叫回想家己摕賣啊，但布達因為太西洋呀，摕這個背袂使講太西洋，伊本是啊就比較了，嗱，伊西洋啊 ，that type of 西洋叫做 non-self 西洋，所以摕這個背倒落伊巴，嚟伊也對，他等個囝對來，你知唔講？阿媽阿爸，安怎我背冇去啊？住睇啊！伊講布達來啊，布達來，我叫布達來偷食，我叫布達講你睇啦，我讓布達睇啊！你看伊歡喜啊，2禮拜這個歡喜未走，你知咗2禮拜未走 ，that means the joy 點掉去。你人若是掉一角，加你掉20千嘅一角啦，你。歡喜是一時呢，你特定你去買物件嘅時啊，無聽到你歡喜嘅，人講一件蝦就濟，你甲講12塊啊，互我2件，你無出價。特別特定一個人浪着你呢，死鬼死夭壽，你自己咁死算浪哇？蝦米是死鬼死夭壽？你安怎樣浪哇 ？At that moment，你落無了。你賣這個話就是多沙去了，所以你看無啊，這個人啊，伊未談 continuous joy， 接落去個2禮拜，這個gata kiri啊，談了2禮拜，嗰一個布達嘅厝囝，伊骨啲細經，老了安怎做布達講啊？去吹 straw 哇！你知啊？那是布達，那是有事是條吹嘢，即個啲搞嘢人，你去吹個得幾啲？看伊有草無？伊人就是拔一擺草咧，塌，成做成阿揼。你講猛講無草無半項，伊厝囝有無？有，你看布達講去偷嘅厝囝嘅厝頂。伊厝嘅厝頂偷起來包我厝，咱特定一對來做工對來點聲？安怎我厝頂開啊？媽咪甲爸爸阿咪說，布達來叫回聲來，了厝無這厝頂偷落厝頂來，你看伊歡喜，still 個2禮拜未走。這條嗰是啲大啲高山點上 ，and then 落雨，搭位落雨，這間厝無落雨，所以可卡看了，可卡 wonderful 嚟講 ，the bliss of the Buddha，the bliss of the Buddha， 所以這2禮拜無。你看伊要做水，伊未學頭骨草 ，and then 搭咩？鳥出過來，一大噸的土落來幾噸，伊摕啲土來做水。有當時這水流，咧伊土崩伊崩咧伊撿來做水。所以你看無啊，一個人伊若是啲做好有物件 condition 來，也可以這做，伊界攏總無破。所以今日來看那些三度三個真是一個快樂。
达达人本是爱快乐，你看达达日早起啊，摩托车冲出，到了去到路，你若是坐点点你看，拢总去这里马干，啥鸡伫青啊呢，伫吹食。你想看，拢总到了去吹食，有快乐无？有个人无快乐，有哪去啊？你看伊 face 真啊水，真牙齿真无好势，垃圾无爽。咱有个你伫啥讲啊？因为这个工课唔知我会摊袂，迄个会摊袂，啥 contract， 所以这个隔了就路窄路袂摊这个三都三个 ，unless 你坐了咧有了这个五行啥淡啊，你 tip number one 你听了，把你摊就三都三个，伊快乐无相，伊快乐袂做你跳上个盲机。你看，今日若是讲，我唔是出家人，我是在家人。了，你本是在家人，咱一日咱来去食粿条两人食，了一个查某撸一个落水好啊。And then 你摕啦，了你互我一条节啦。then 一日开了，我看，哎，叫投票咩？恁我朋友后头收一个落水，伊唔知，所以你走去找，你会记我只能买落水就投票啦。你看，只看来讲的是 excited jumping like a monkey，and that 迄个一个呀喎，你看伊爬起楼梯啊，一步啊，这里跳个门，个楼梯啊，三步做一步，砰砰砰砰去。And 去了，你看伊手转 ，and he jumps like a monkey。But 这个三都三个诶，你无 jump like a monkey，you are 真正甜，真正清。And 这个好啊，上个阿嬷话讲 ，tears of joy。这个啦，你人那是 practice 弹落去啊 ，is very worthwhile。但那么说，今日我离开世间，然我 experience 到安尼。不，这个路上讲我只讲我谈说到班啊，下面我无讲半项，你谈到安尼 joy， 这叫做三都三个 ecstasy joy。这个 ecstasy joy 就是讲啊，冇得讲啊，人未谈 ，unless 你自个你清净点。所以真正这样呢，这头一项啊，这个你看，达过咱做在家人啊，目睭看耳啊听鼻孔味，嘴啖着手摸着，这个叫做五根，这个五根来对落去啊，一定着，好路爱得水还是无水，爱还是瘾。爱伊是袂瘾，伊袂杀。你 analyze 起来啊，所以达过你人行出伫外面，离开啲街路呢，你看，见看到，见你有爱。once 你有爱，你爱病紧。once 你紧，我要想要杀，我唔系。我若是讲我 Mrs 讲若是歹势的，哎呀歹势的，所以呢。安尼样，所以这个两项 all move attraction repulsion attraction repulsion attraction repulsion， 所以这个物件，伊做你mind真正乱，你安怎界限啊？虾米？你未谈这三都三个，今日来看，今日看到今日爱，这个爱去讲这个爱 actually 啊是正。伊起了这个爱的心，伊扎入了，你未进步了。所以你看不到讲一条经 ，man's sensuality lies in thoughts of passion。人的贪的爱，就是因为伊心有了这个欲火。那是心无欲火，你看到虾米查某，你本唔系做这个。
你本来无嫌讲伊无水，你也无嫌讲伊水，你也无学老讲伊水，你无 ，you are very neutral. So man's sensuality lies in thoughts of passion. Passion 啊，即欲火啦，啲害死人。Not in sensuous things so varied in the world. 在啲外面世界，安尼一目标，唔是你目标嘅事，是你心嘅事。而你心即係愛嘅事，即係害死。So the third line, man's sensuality lies in thoughts of passion. 想。While very things have the existence in the world outside， 你看外面嘅目標，水無水，是你mind啲做水嘅無水，唔是講出嚟害死你。所以你若是無這個約會，你mind話你只講啊，會入有一個三度殺過。所以這條經大概不大講啊，有一個翁講，伊要鬥下手一個美姑，了伊才講話只，你再無人嘅mind，關關伊出火，暗暝伊出煙，這兩句話我聽人聽，關關出火是啥物啊？看到都愛。聽到都愛，味到都愛，擔到都愛。而暗暝出煙是啥物啊？笑嘅時，若是講一個人笑，直直笑，直直笑，直直笑，and 伊出煙 ，because 伊無 action 出，目睭看到 action 出，即個看到，即個笑到，頭殼出煙，就是講伊心未放喺即個愛嘅貪，所以即個頭一項。Kalau pehang, teji hang Subaru siame easy to sustain. Easy to sustain hame, be tan jele be chui nhau jia, be tan. 想講be運be tan jele nhau, be chui nhau jia 吼，這個香菇啊，是真正凊彩的一個人。伊無講啊，經即個經好咧，你知有個人啊，真正夠經，伊袂要付了了，逐項伊袂個了，了有個講我要食的是我賣一個查某師傅啊，有個人講我要食的是我賣 whisky， 我賣 girl sporting， 了有個人講我食的是我要穿蝦米 coat and tie vehicles 坐車去，蝦米 all these things 個了是。伊要食物件本真正艱苦，伊買一個買回來搭檔 first class 個了。但一個人若是 practice 了啊，第二項嘅叫做果，伊看到啥物啊？伊凊彩食，伊凊彩大，伊凊彩穿，而伊破咩？伊凊彩你可以蝦米藥，伊本摕來食。所以這個就是像一個美句啊呢。伊如若是可以蝦米正正咬嘅美句啊，你袂使講，這個我無食，嗰個我無食，人何你接受。所以食伊凊彩，穿你互我家姐一穿，我摕來穿；袂穿我互別個回想。安尼大骨底都好，你知有個查某按照伊袂頭伊袂厝。大下搭厝，天講喂，保庇啦，我趁較好嘅厝啦，逐人有住嘅厝，我趁隻阿搭厝，咱伊做工做甲真啊忝，毋是講天講可以，因為伊骨力，伊趁厝了，住嘅厝了，頭住嘅厝講哦，感謝天講，後頭咧你甲天講，天講喂，逐人嘅住嘅厝啊。頂面個馬寶啊，咪你保庇我趁雞淡薄來，趁雞淡薄來伊換馬寶咧聽你講，這個電無好，你電無好，伊話 sophisticated lights， 你看直直來，直直行，直直坐，這叫做 sustain 啊，真凊彩嘅。若是人咧看到這個對了這個五行，伊會談索達巴蒂相對歹，伊會談索達巴蒂。and Sotapati 是
伊所做嘅物件叫做阿达古萨拉。阿达古萨拉 means 清气无心嘅垃圾 ，and 无心嘅垃圾，伊食青菜、青青菜、大本青菜 ，and 破病一本青菜。真正这人伊就是无青菜，and 这个无青菜了啊，这个鸟食伊真正坎坷过。and actually 不大讲啊，鸟食是四项。厝嘅鸟食，咱食，咱甲伊讲啊，你火坎悬啊，你唔通食这个，唔通食嗰个啊。等你看，因为伊贪伊厌，因为火坎真正悬，咱doctor讲，你唔通食盐啊，特别讲久食淡薄无要紧啊。所以这个对格了 ，he is not easily to be sustained， 伊对格。一食了会看起了噗会见对，就还是 he is not easily to be sustained。未论讲啊，应该唔青菜食，青菜大，伊未论。所以这个是food 食的 food。第二项啊，这个 sense impression 啊，咱心点点爱感觉。感覺係咩啊？因為感覺人就嚟咯，感覺面上都當咗，喺度爽甲無爽，係那是爽嘅阿羅爽啦，因為是白嘅 girlfriend 是阿羅嚟超人嚟顧一個啦，所以，then 呢，這個就是係咩啊？伊啲 attach 嘅一個，and 不打講啊，將啲一個人點點啲 attach 嘅 feeling 啊。正像啊一只牛皮踢出来了，这个牛无半啲皮绑伫手掌下，and 咁了是白，and 咱都知河線啦、蝦米啦、即係香啦、蜜香啦、蝦米香，當中詞話嚟定義 ，because 伊白刺刺，and 伊講啊，一路路淡淡啲對這個感覺，正路是像啊一個人踢喺隔籬皮。绑啲手掌，搭日路来到，阿羅一個爽，阿羅一個聽，阿羅一個，咁了是貪錢錢，攏總要學路考咁了。第二項就這個四項，頭一個是鳥食，他那一個是感覺。第三項是叫做 volition 就係行動。這個行動啊，叫咱出去看，嘴是所講話，下手是所做。這個只舞蹈只講啊，正像啊一個人啊，大啲地嘅內一卡拖伊要落啲火位，要點伊落火。你看伊看到你火啦，你強拖，伊會癢伊好，伊唔甘願去。你講一個人啊，點出了行動 means 靠入甲下手做行動。像甲一個人，互一卡拖要點落火窟，所以那是搞嘅人啊！你坐善了，你掂了啊！你無蝦米愛講話謝，你本無蝦米愛做行動謝，應該做你做，像你貪你要互你罵，你要去插人嘅事，你買，人講我你做secretary愛無，我買。咁了買，你看伊行動伊無亂做，到你若無亂做，你這行動清氣，你唔使想啊一內一卡啲拖你要點落去。第三項 consciousness 精神係死人，你這個精神啊，自己咁諗要知，你嚟聽這句話，伊講蝦米？你聽到人哋做蝦米，按怎去做呢？所以這個精神 consciousness。唔得講這 consciousness 啊，像個一個人啊，伊傻啦，and then 政府法律早起就輸100個，日頭就輸100個，暗頭就輸100個，and 搭日伊就輸了呢，and 你驚無驚？跌到落來，and 你精神點，這個愛知，嗰個愛知，這個愛知，嗰個愛知，這個愛做，嗰個愛做。所以這個 consciousness 不大講，所以四項鳥食
感觉、行动、甲口业 and consciousness 精神 ，and 这个四项，actually 这个是阿毗达摩来你看，这个四项啊，正是害咱真正苦。所以正若是讲啊，第三项阿巴基做 unifaceted actions。这个 unifaceted 是啥物啊？一个人应该要做啥物物件，一定要做一项物件了，伊才做别项。真正侪人啊，这个来做，那来做，这个来做，那来做，安尼你也都几十项来做，尾来讲，哎呀，我这个就做，那就做，这个就做，我想要笑的呢，actually 是笑的人。所以不得讲啊，一个人若是讲啊，伊看到索达巴蒂啦，索达班啦，伊过罗汉也是对咧5项，到底 tip number 1呢。and 伊会看到阿巴基做就是啥物个，伊无 overburden， 无直直天这个爱做，迄个爱做 extravagance。这个我互你一个 simile， 一个查某啊，买来贪着钱，贪着钱了，头伊买只毛楼。买只毛来讲，这个无好，这个壁就落去角，系安尼壁，等这个落去角，系安尼壁，这个火无水，换这个，这个换这个，这换这个，古身要安怎样，装安怎样，地篮安怎样，坐安怎样，七卡宝贝道路隆重，整个这厝啊，整个过头，按照有当时要起的厝啊，有人设计。你若是入去安尼款的厝啊，你若是坐落去，咱你看他顶对的时，你看，伊个要扣伊，古身个了要滴滴，这个要嚼，迄个要对，伊款的呢，所我无恁个上百人讲啊，哎呀，去到安尼厝啊，这个动着动物袂使，迄个动物袂使，你来瞧着这个，就瞧啊，这个物件，伊个要下到对上的一搭。所以这个叫做 the overburden himself until 有个人要去安尼款的处分真正凄惨，所以是讲发誓过头，发誓过头。and then 这个人啊，伊一直发誓，伊累一直来，and 伊情绪伊保持高压，伊一直来，伊本身增加过头了，过头发誓，伊搁较一直增加300倍人。唔敢人打到伊个厝 ，maybe 你若是去个厝，伊只个3，他妈个人坐咧到伊，我咧步牙去洗，伊唔知有洗地床无，伊唔知下水有洗味水无，有去洗，洗了确定过一个人来坐4几马路，只坐了马路只换过一个来，睇阿3。这个人你看刺激，唔知有无，你就去洗。所以这个叫做 not unifaceted action 啊，咁了达行所跌得 until 啊，会使讲真正坎坷。特别你就贪累，你就换累款，你就贪累，你就换累款。sampai 你入到摩托车，一步就要扣我跌要虾米 ？actually 直直好嘅。伊开累直直坐 ，instead of 一个阿三，伊会5个阿三 ，and 5个阿三，咱你看，达人有工 ，and although 直直 reach， 伊累头本直直按 ，and then 有当时伊要追啊，伊要对甲安尼 high standard，and 伊有当时所做的物件无清气 ，especially 安怎，伊要偷贪。伊 corruption 来 ，corruption 是啊 ，corruption 有人知啦 ，corruption 来，也是贪污无着咯，对咱的不管知唔着咯，无但叫伊卖鸡、卖猪、卖虾米，所以这个是贪污无着咯，啲实性，目前你看伊真正好看，但是这个结尾来，伊要失败，要可了。So one with Atta Kusala, especially monks, 伊特别会记这个项食青菜。and 我人徛咧门口，我人无开嘴，and 你人袂使讲，
ส่วนนั้นจะรู้หลายบุกว่ากองรู้แขกที่มือเข้าในกู้ว่าหลังเบใส่กองว่าหลังผมเบใส่กองแล้วรู้หลังตัวที่เราเป็นจุดไรอ่ะส่วนนั้นอันจะรู้ตัวว่ากระจายแค่ตัวจะเลยปุ่นเบใส่so ยังตัวเต็ม and then รู้หอหามิรู้เจีย and then เชิงนี้เชิงรู้เชิงตัวนี้กุฏิรู้ตัว and then พ่อแม่นี่ actually อุตังสีพ่อแม่สิกาลูกงอ่ะว่าอุสีว่าอุเหล่าไซว่ามุกากาลูหลังกงว่าเหล่าไซอันนี้ว่าบัดก็เที่ยวจิตเต้าไม่ใช่จิตเต้าเนี่ยนอสาเต้าจิเลหลังใจกงว่าเหล่าไซ this อันที่กงเอาหลังจากสุวรรณเหล่าไซได้พูดใจกง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เฉยอีบุญเฉยจิตน่ะจับกุยหังเลยยกเกี่ยวกับจ่าอันนั้นเรากินอะไรยาอะไรสิอ่ะร้านนี้想讲他哋一起了咱都係隔啦如無特別使所以大點所以我食啦我轉悲歡啦我轉個歡喜啦แล้วรู้จัก啦แล้วอีน่ะ叫咱食咱無食袂使所以強食了以後就所以我對我無用啊好無用他總無食過好嘅無靠歡喜嘅對來攞來做咩無來又無空啊伊就問接來所以我这类情况咧有啊，然后还没表示个，还没表示啊，这类乌这类红的，唔知来讲你食这类了，佢半点钟你食这类，actually 有十几行，而呢個不停提講你食，so some of these things 啊，有當時一衰啦，你人唔知，還沒數老細 ，something is wrong，你食唔到，所以人就 simple 人就唔通食物件，可以流出來。啊！等流出來咧，冇幫你打了就好了。所以這裡啊，就是當 once 你若是有這阿達古薩拉，就是講你談了一個六二個或是三個咩啊？你人無想，你人想講青菜啦，the best treatment is staff 地對啊。第四項沙拉烏加烏地。沙拉烏加烏地啊，一個人啊，伊談了的人啊，伊蝦米物件，伊 moderation， 食蝦米物件，伊 moderation， 穿蝦米物件，伊 moderation， 伊無整水，伊無食 special，then 伊無講啊大 special，and 伊無講破病要吹一個 specialist 免這個物件，所以這個就是講啊。真正這人就呢，對咱的鳥只，對咱的厝，對家，對社會，對什麼，大行要贏人，也買。有人講我過頭，我 simple 啦，不要緊啦，這個啦，有咧啦，這個過頭 simple 不買。所以你要講啊 ，mediocre， and 這個咱就要知。要緊就是咩啊？咱嘅心力唔係可以失敗，咱骨力心 ，and then 咱嘅 mindfulness 正念 ，and then 咱嘅 samadhi， 加咱嘅智慧 ，samadhi 就是集中，加咱嘅智慧，即個五行咱都得過到未來，你會談你所得不啲 ，and 你本就係 moderation 啲 practice。你唔通講，你坐三幾點鐘、3點鐘，無叮當啊，無叮當。我袂使，我就要坐4點鐘要贏咯。所以這個就是 competitive 唔對路了。Because 這個物件 ，when you are trying to compete 啲老人 ，that means 你唔是 moderation， 你to be 老人 ，I want to be number one in everything。所以這個本是唔對。所以這個就是第4項。沙拉烏加 means moderation， 中大行中多。then 第5項Santindriyo 是叫做 collectedness 啊，你若是看 dictionary 啊 ，calm and cool， 清靜恬 ，not perturbed， 蝦米物件無人着你心 ，not distracted。and
one thought at one time， 今日我想安尼，我做安尼，现时我做安尼，我唔系讲这个不想，那个不想，这不想，四五项想做一个 ，impossible。First thing 你未做四五项想做一个 ，one at a time，and these two is another kusala resulting in happy promoting action pattern。你关系一项来。哈咪事你要教我讲话就下，哈咪事你会话讲下我听。啊，你知有个人啊，伊要甲你讲话，是话喏喂，我就啲来要来找你下。OK， 你有 problem 就讲下我听。但係你知無有個人啊袂講 problem 啊，安尼啦，我講你聽啦，先是啦，我係是啊，有時我阿爸死啦，有時我幾歲啦，睇下我幾歲啦，安尼，我都可以講個半針鐘。啊！你都每話講阿咪，阿妹啊，聽睇下都聽。So these are called not collected, very troublesome, and I'm getting this sort of things 真一隻。爭落曬啲一個人嚟，伊咪是講啊，頭我教佢你是講啦，我那是教佢你話，下面我不買啦，我愛你一人，你若買我要跳鋼絲啦，安尼。了講了，安怎攤下咧？攤下就是安尼，講咧攤下袂要緊啊！伊個去搭位，這邊個去，那邊個去，隔每對來1點2點，了每做下面講，下面是插我嘅事。All these things 講來講去講，我安怎做？我去吹光頭好無？吹光頭做伊好無？我講這個咁，睇下是來問我，是要叫我講個，轉來你去做光，是吹光頭。So all these things we have got problems also 這個物件。So 第一個啊 collectedness 在，今日我大波人，伊變寬，而且變寬是對啲大陸是玩到你阿家下面。所以我人講啊，那是你正事做好啊。今日硬只真一錢，今日是按咗無錢，正是你人老人嘅家嘛無清氣，所以唔要緊。睇下你第一個我教你，你唔通去吹光頭先。真有這人，即係呢，suddenly嚟講光頭啊，伊唔使接咗人嚟光頭是無 ？First thing 是你會叫我特別講嘅經，打波那是有淚，伊成糖，讓我聽喎。這個咱知，查某人有淚本是上堂，唔通講查甫呢，老人本是上。因為蝦米事有淚呢？伊這邊去，嗰邊去，這邊去，嗰邊去，而且查甫講，我無只用這邊去，嗰邊去，這邊去，嗰邊去，用 picnic， 這邊 picnic， 這邊 picnic。所以你看 ，all these things 解了先 ，they are not cool and collected. Cool means 清靜點。這個人呢是講 collectedness 啊，伊無互你 agitation， 伊無人嘅心互你啲。像一個查某，伊點踏嘅去行，行咗半暝，你知講啊，有時起來，對來嘅時就是，你住啲樓頂啲鬥過囝，你知你無對來嘅時。咱搭暝對來半暝嘅時，咱就在意把你搭波在意。你袂使講我搭波食錯 ，because 你搭暝坐你搭波抓你來，所以你袂使講就搭波啲食錯了。所以這個就是講啊 ，you are not cool and calm。你過伊過啲厝，你唔過啲厝，人咱過咱嘅囝，互咱家庭快樂。這個啦就是好物件，你去做你。了日你對來就大波仔你對來，了做大波講，伊錯硬，這個就是講啊，唔通有了這個機會，和這個人的疑心。哦，日我也是出外，日這個查某仔我對，我把你滿仔過一個查某，日我冇做啲厝，個人啲錯硬，日來一個查某。咱個有一個個真正好，了個有當時你對來你一般大你鏡頭紅，死鬼一個唔知是蝦米無，是 lipstick 無，只有個人安怎做啊？去摕伊胭脂來看抹伊衫，了個來批評看，
死了啊。So all these things, you are not collected. You are doing all sorts of miserable things, and it gives a lot of agitation. Always, 到底厝的人滴滴答答，唔知安怎样，我的家庭得落会快乐。所以这个咱就要知这人来谈阿达古萨拉，伊 undisturbed， 伊吉列萨无了。Actually， 你若是伫乱做啊，伊都无拍插乜咩啊？再讲心无欢喜，特别伊无命，无讲拍，无讲做，安尼虾米说？伊跳出一个死的苦的所在。Maybe 有安尼看过，无知道伊去做 insurance， 特别伊做 insurance 暗暝才有人做要去做 insurance 啥物，特别你做到达暝1点2點，所以一个物件较唔对咯。所以阿达古萨拉的点声就是讲啊，伊谈了1個还是2個了的时啊，伊的 mind 无一个贪嗔痴安尼想了。And then 伊若是有起生地啊嘛，伊心伫内面，伊无爱做乱，互家庭真正乱。落来第6个尼巴哥是啥物啊？第6个，你若是对了啊，谈了一个1個、2個、3個，你谈了头前你看到 clear and mother presence of mind。Clear means 清 and mother 无乱做只 presence of mind 应该讲虾米伊讲，无应该讲伊无讲，伊心在掂了。所以这个个了是 training because of 你借钱借到你心乖了啊，这贪嗔痴这掂了无了，这个啦就是讲你谈到这个尼巴哥。而有的人nibbaka panya。Often we hear problems because of lack of presence of mind。真正多人啊，伊无爱事啦，伊讲我买做事的人，特别买做事，特别生地一会起呢，噗，伊嘴讲出来了吧？哎呀，完咗我去讲这个物件。And 这个就是讲 daily life we associate with relatives。咱去看大日，咱参加亲戚朋友隔壁厝边，有的是外道教 ，and 有的是别哩款的人个了。And then 咱就要先靠伊的行动要过，所以咱做一项，唔通参加乱。So that 咱的 mind and mother 被乱 ，and presence of mind 应该讲我讲，无应该讲我咪讲，应该做我做，无应该做我咪做。and 这个是叫做 presence of mind。and 这个就是讲啊，咱要看，咱若是教员，咱的大部人，这个教员几年了，10幾年了。到10幾年啊，你唔捌伊款咩？所以若是搞的查某啊，伊捌伊款，我大部人啊，有当时起生地，因为起生地是blah 一讲，and then我若是甲伊斗讲，我看真正冒险，and 大事。